好，嚟一開閘好有心得，應聲彈出啊！嘉應高升緊隨其後啊！美麗第一呢就第3位啊，外邊第4位呢仲有隻李健夢境啦，中間走咗上去有北美勇續啊，內欄尾3位置紅眼罩舉步生風啊，後邊嗰2匹馬分別係驕陽明區啦，精算暴雪就暫時殿後㗎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嘅時候啦，美麗第一外邊就湧咗上去喎，好有心得啊！跟住第2啊，嘉應高升啊第3位啦，李健夢境響外邊第4啊，後邊嗰4匹馬舉步生風啦，北美勇續啦，殿後一隊埋邊6-3係精算暴雪啦，紫3響佢出邊暫時殿後係驕陽明區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美麗第一走中間佔先嘅，埋邊呢就好有心得啊！嘉應高升已經咬住第3啊，第4位入邊呢仲係紅眼罩嘅舉步生風啦，外邊追有李健夢境啦，最出嗰邊係驕陽明區啊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嘉應高升擠嚟咗大約2個身位啊，見到中間位置上嚟㗎嘛，有舉步生風啦，李健夢境啦，馬林中間穿上嚟，仲有隻精算暴雪啊！嘉應高升20連勝，輕鬆拋離贏出呢場主席短途獎啊！李健夢境第2，精算暴雪第3，咁啊第4名埋邊位置舉步生風係咪機會大啲呢？咁啊結果呢隻嘉應高升再次打破自己所做嘅紀錄，取得第20連勝啊！咁啊而喺3冠短途系列裏邊，先攻陷咗100週年紀念短途杯，再贏埋女王銀禧紀念杯，嚟到今場嘅戲肉主席短途獎啊！輕鬆將對手擊敗，拋離夜馬，再度成為3冠短途王。